继续关心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昨昏举办，咱台湾也有真侪军工厂去参加，要争取和美国合作机会。另外，美国嘛要继续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。美国总统拜登是对外宣布，第14届对台军售是总金额美金3亿，买卖 F-16战机的通用零件。咱政府有表示感谢。 强机一直绕台，相关台海紧张情势，空军 F-16V 战机紧急升空捍卫领空，暗过面对中共消磨战，加速战机的磨损。对这代志，美国展现挺台湾的立场，宣布要卖咱总价值3亿美金的 F-16型全套型通用甲专用航载零附件2案，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。这原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4届对台军售。总统府表示感谢，见证台美双方坚定的友伴关系。 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4度对台宣布军售，持续实践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。 国防部表示，这个军售案可望1个月后正式有效，有助维持咱空军战机装备完善，也加项目补充，满足防卫作战加战备训练的需求，会当确保咱的传统战力。若是军售分作通用加专用零附件，专家是讲，除了提升即马 F-16V 的套现率，也为今年要交机的 F-16V Block 70做好后勤维护的准备。 或许之中它有一些零附料件是可以互通的，但是它也有相当多的这个零件啊是专属 F-16 Block 70的。那为了要准备接收 F-16 Block 70战机的话，我们也必须要先在国内进行 F-16 Block 70战机的一些消耗性零附料件的这样一个储备。 台美强化军事交流，台美国防产业论坛7日举行，经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鲁德、美台商会长韩如碧、美国军火商代表团拢有出席。国内有汉翔中科院大船分享国际各南各族的产业量能。We also encourage the United States to allow suitable Taiwan companies into American defense supply chains and to build regional support for peace. 我们很多年以来，我们跟美国很多公司都有合约，所以说我们早就已经是他们的一环了。有很好的生产的能力跟能量，然后也有很好的交期跟品质，所以让他们能够更加的信赖我们。 国内真侪国防军企业拢有到场，前副经理表示，台厂透过宣传家己的量能，积极争取甲美方合作机会，达成双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